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台湾文化兼生活节目当中。咱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K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咱们K广播电台 FM89.9 播出。刷落来，咱们进行第2点钟的节目单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伫人生的舞台顶，每一出戏剧拢是精彩的故事。故事中的咸酸苦涩、汤甘蜜甜，嘛是每一个时代的民间文学记录的背景。尤其透过主角本人口耳相传，讲出家己生活过程的踏踏滴滴、甲经验的故事，这就是上水的台湾文化美丽之声。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邀请到的这位贵宾，曾经得到台湾的囡仔歌一张专辑，摕到金鼎奖的优良唱片奖项。在2002年广播金钟奖当中，也摕到非流行音乐节目奖甲非流行音乐主持人2个奖项。伫2004年的文化总会颁发的新团奖，嘛有伊的形影。尤其这首正月调，听众朋友一定袂青分的啦。伫找找台湾文学过程当中，若是用歌谣演唱，真紧就吸收记伫头壳内。这位简尚仁老师，其实应该爱尊称伊是教授，是台湾歌谣的博士。简尚仁老师积极伫台湾音乐的研究、创作、甲推广，嘛有30多档的时间咯。若讲台湾现代文学创作会当来到开花结果的阶段，简尚仁老师在其中一定有伊真大的贡献。吉他派咧伫南北二路国内外世界广告演唱。咱邀请到这位台湾国宝简尚仁老师来到咱们K广播电台，讲伊人生精彩的故事。伫要听故事之前，咱先来一段音乐，欣赏一下音乐。转来了后，就开始咱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单元咯。找到天公生日，找查这是12只囝婿，12只查某囝转来吃饭糜，配挂菜。13关老爷生，14月光，15是阮小妹。初二早，初三滚甲饱，初四接神，初五加开，初六是有陪，初七七元，初八完转，
找到天公生日，找早正生，十二正行山。十二正查某囝转来吃暗暝啊陪我菜。13关老爷生，14月光，15是元宵暝。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咱今仔日要邀请到的这位贵宾哦，毋那是台湾的俗语哦，讲甲写写叫。台湾的囡仔歌、流行歌曲、编写的演唱啊，真正是摆骹会行道顶摇倒啦。甘尚林老师伊对着文化教育坚持甲热情。尤其甘尚林老师，伊嘛是安尼咧甲阮牵架。今仔日来到阮闸门溪广播电台，咱即马用着上界诚恳、上界尊重、尊敬的一个态度来邀请到咱甘尚林老师。老师你好，惠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老师，惠阳安尼要甲你开讲吼，足有压力呢。因为你都无啥爱甲这老人讲话，所以就有压力。是啦，迄种的感觉就是安那，老爸亲像一座山嘛。咱若要看，敢是爱头安尼打悬悬。山也无啥咧讲话，爱做看的，所以会惊咧。对。毋过老爸就敢若亲像咱伫人生这条路一个靠山。因为惠阳拄咧开始咧学台语的第一首歌曲，这个歌曲当中吼，惠阳较知影讲。做生活化的歌曲吼，会当互咱的生命加添足趣味的生活的这个理念型。咱较早的歌就是安尼，咱歌谣亲像一面镜，一面镜会当反映照出来着一个时代的背景嘛。所以你咧讲，这个歌谣足生活化，就是讲较早咱像是传统的民谣，伊就伫咧生活中间一点一滴，甲伊个生活的精华累积起来，变做歌谣内底一部分嘛。是。所以惠阳吼，听过老师咧演唱歌谣嘛吼。老师就是咧甲我讲，毋免紧张啦，你著学台语吼，著亲像咧唱歌，唱歌含学咱的母语有啥物关系啊？语言咧讲话，含咱的迄个歌谣有啥物关系？歌谣甲即个语言中间，当然，尤其是像咱台语是一种声调性的语言。对。咱即个台语的声调，伊的音文关节向下倾上，即个声调会去影响着判定迄个字的意思。是。所以伫古早时代啦，古早时代的时阵，咱迄阵无 CD 啦，无即个啥物唱片大部分都是口语相传嘛。对。我唱，你听，你唱互别人听，大家拢用这耳啊，你听用嘴唱出来。所以迄阵恁来唱，家己若无含即个歌词足清楚表达出来，人哪听有？对。你所以较古早的民谣，你甲亲像讲一只鸟啊，嘿，多一只鸟啊好。啾，你甲看，甲这含讲话差不多吼。嘿，多一只鸟啊好，啾，甲讲话差不多嘛。真的呢？嘿，是尾啊！你看，伊这一个感叹词叫嘛？嘿，多一只鸟啊好，啾。多呢，迄个感叹词出来，伊才甲这个语言的音乐都甲贴看。其实咱这个语言的音文差不多伫这个伫音乐头顶来讲，差不多嗦拉西哆瑞咪，嗦到咪这个范围呢。那是咧正常讲话是安尼呢，安尼较6度呢。所以你嘿，多一只鸟啊，这拢要伫迄个范围内底，好啾，多呢，迄个变到较加入感叹词出来嘛，所以古早的人，伊咧唱这个歌的时阵，绝对和语言的声调有关系。你若和语言脱离这个语言的声调，伊就听无。这咱讲这个道理就是安尼。你像咱讲阿爸有音韵呢。关起哩，你会讲，要唱着讲阿爸的时阵，你讲阿爸，咁听无？
吼，阮阿爸，人知你要唱啥？对对对对，人听袂就听做阮阿爸。哦，对对对对，啊，你咧，阿爸，向上起阿爸哩，亲像山，伊就是山起哩啊吼。哦，哈哈阿爸亲像山，伊就起哩嘛。哦，安尼买当随写歌。阿爸亲像山，亲像一条线。哦，对对对，所以这个语言诶，这个音韵会去影响到你若无照伊这个方向去唱的时阵，迄个语序加袂清楚。对对。啊，人听毋知你唱啥。啊，伫迄个时代，毋是像即马讲 CD 出来拢有附一个花絮互你看嘛。你听袂清楚，无我看花絮嘛知，迄阵也无。所以绝对都爱含这个语言的这个声调的动向一致，你才有法度听清楚你咧唱什么歌嘛。所以这就是语言，尤其是咱这个台语声调上的语言，甲咱歌谣有绝对的息息相关的关系。哦，莫怪老师迄阵咧讲叫阮上课的时阵，就是爱互囡仔有一个生活化。哦，就是安尼。就是讲伊伫生活中间就感受到咱这个语言吼，你像就讲，这个囡仔伫伊出生的时阵都还袂晓讲话咧，妈妈就咧唱摇啊摇，摇了摇，摇到来山去挽桥，桥啊你讲。桥挽桥，啊桥你看向上去的桥，毋是摇到来山去挽桥，啊桥就是坐桥的桥，毋是桥，吼啊桥是迄个桥仔的桥，也是讲过桥的桥，吼啊这个有唱起来，吼啊这个唱起来伫音乐头顶是小三度，是，吼你讲桥，你若讲较短咧，桥。敢有先桥无？桥，桥较有吼。啊你若啊相长嘛，桥嘛是足奇怪。所以这个无形中间，这个语言伊的音韵、伊的长短，都已经你用安尼音口法度表达迄个伊的意思。所以你要唱歌要甲唱互清楚，无形中间都会含这个语言的声调结合甲足清楚的。哦，除非你挑剔不爱唱我清楚。是，所以语言吼，跟咱的迄个歌谣真正做相当的密切的关系，真正有影。老师安尼一个咧教咱安尼讲的时阵，头壳就水开窍啊！哇，真正有够赞。你也看讲吼，咱较早去看布袋的时阵，阮细汉去看布袋。啊，这天我刚若出来是拢会念一个俏动啊，念谣，树顶一只狗，树骹一只狗，狗跋落来弄着狗啊，狗飞狗吼，狗早狗早，毋知狗惊狗啊，狗惊狗。伊当这有音吗？树顶一只狗，狗就是个咱拄则讲迄个小三度嘛。你若拢念做平音，变做树顶一只狗咧，树骹一只狗咧，狗跋落来弄着狗啊，狗飞狗吼，狗走狗也走，啊，毋是狗，啊，毋是狗。对。吼，啊，拢狗，阮兜一条狗，恁兜嘛一条狗，拢水狗，拢狗，这都是无甲声调唱出来。是，啊，所以这个变出来都变做有点像讲外国人咧念 rapper。树顶一只狗，树骹一只狗，狗跋落来弄着狗啊，狗飞狗吼狗，这狗这毋知狗惊狗啊，狗惊狗，都是 rap。赞，咱今仔日的节目真正赞。啊，咱先听一首歌曲，互老师咧休困一下。咱较个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嘿。树顶一只狗咧，树骹一只狗咧，狗跋落来弄着狗，狗飞狗吼。树顶一只狗咧，啊树仔骹一只狗咧，狗跋落来弄着狗，啊狗飞狗吼，狗走狗也走。
行到。感谢各登来咱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听这位台湾歌谣的守护天才简尚仁老师，以上界水的故事的心声。老师，他拄仔你咧讲到唱歌吼，啊，跟咱的母语有相当的关系吼。啊，我嘛个有足好闲的，就是讲吼，因为迄当阵吼，安尼上你的课，我都拢会去查你的资料。啊，迄当阵我知影你是公务人员，你是学财税嘛？迄阵已经离开公家机关啦。吼啊，所以但是进前啦。嘿嘿。啊，所以时阵费用去上课的时阵，已经我离开啊。公家机关。啊，是讲吼，啊，你学财税，啊，你是毋是读册的时阵就足爱音乐啊？啊，无较会读财税的人，啊，较会对音乐遮尔啊专业，会使是讲朴素碰呢？其实应该安尼讲啦，吼，阮细汉的时阵，阮囡仔时代。迄阵啊，你讲要弹钢琴哪有可能？迄阵阮住伫嘉义大林草地，啊，我看看咧，阮草地无甲一只钢琴，敢若有一个医生的囝有一只钢琴咧弹咧。是。连学校都无，拢弹风琴咧。是。吼，啊，我看迄个，阮校附近有一个教堂，吼，教会内底啦，教会嘛是弹风琴咧。啊，你无学过钢琴，你嘛无法度行迄个叫做考入去音乐这个系统嘛。所以咱细汉咱知影，咱家庭较散车，但是我对音乐真正有兴趣。所以我尾啊，我读初中，我读嘉义中学嘛。那伫嘉义的朋友就知影，为这个要为车头，我去大林坐火车坐到车头落车，要去嘉义中学有一段长的路，迄阵拢用行的，你知无？用行的哦。用行的。啊，拢行经过一条。你卖迄个乐器的店，迄内底有你卖吉他。这吉他敢毋是我去看迄个电影的时阵，迄阵啊有一个足有名美国的歌手叫做猫王普利斯莱。普利斯莱。Can you see I love you？ 吼，扭咧，吼，啊，大家哇，吼，真介意你唱歌吼，啊，足热门，足有说话啦。可迄阵啊，日本的电影来台湾吼，有一个叫做小林旭。小林旭，小林旭吼，伊拢演甲这个千秋琉璃子两个演对手戏。啊，这个小林旭原来拢举一个吉他吼，日落黄昏的时阵，迄个海边啊，就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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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吼！迄阵啊，囡仔时阵吼，拢崇拜英雄嘛。日本有一个小林旭，啊，美国有一个鸟王，吼！这个学吉他无偌赞嘞。当时我要学吉他，但是阮厝。迄阵啊都无啥物钱啊，所以经过迄个乐器店，拢去甲看一下，讲阿伯一定要甲买一支新来吉他落来安尼吼，啊就开始欠，我就看160块，160块，我当时要欠到160块，一礼拜我看2角的零用钱尔，吼，当欠啊个热天的时阵，暑假搁去做一寡小工，安尼趁一寡钱，到尾欠到80块的时阵，足欢喜讲，我会当买半支啊。啊！上课的时阵，经过迄间乐器店，我甲看卖讲，嘿，我心爱吉他，后摆我要买这个吉他，我即马已经有80块一半，甲看卖咧啊！那我起价180块，哇！啊，我英文讲你袂着，但系啊，这就是迄阵学吉他的过程。尾啊，我才去找一个朋友，阮大南有一个朋友叫做林清雄，因厝真有钱，住伫阮厝边。我讲，清雄啊，咱两个做伙来买一支吉他。啊！你若要弹，你摕去弹；你毋弹是甲花弹都好。啊，咱公家来买一支吉他，我有欠80块啊，即马180块，咱来甲出一个价咧。啊，咱囡仔人出一个价啊，卖咱160块，可能也会使。伊讲160块，俗俗啊！我甲两个人要买毋免啦，来去买2支啦。我买一支，啊，你80块你无够，迄80块我甲你出。哦，那有遮好的朋友啊！迄就是我学吉他救命的文件。赞。吼，当安尼细汉，当安尼开始学吉。尾啊的时阵，我学吉他，也要咱去考音乐系啊。嘛，迄阵啊嘛是安尼想，啊，咱若无弹钢琴，啊，咱做音乐要趁啥物钱？对。吼，无法度，嘛是爱去做正常的，啊，厝里搁散车，咱嘛无本钱去做生理。对。啊，不如去考公务人员。所以，当大学毕业的时阵，去参加特考。我其实就考过来，我嘛捌去台银做过，合作金库做过。哦，迄种足好的头路呢。啊，再个考来海关上班。
哦，老师无简单哦，我那伫海关上班，伫海关上班的时阵，阿怎对音乐都有兴趣。迄阵啊，拄啊，咱这个民歌校园的民歌都咧流行，啊，对不？金韵奖咧比赛。是啊，是啊。我大概写一条歌去比，就是正会调，就是拄则你咧唱迄条。哦，这首歌吼，那只要台湾人吼，拢爱唱这首歌。到尾啊，毋知唱迄条歌，我家己创作的，家己唱的，当然。我煞变做民歌手。初一早咧，初二早，初三困甲饱。我迄条开始了，我当行入去音乐这条路。其实迄阵啊，我本身已经伫这个公务机关咧做代志。对。好啊，加在我安尼想，加在我有伫公务机关做代志，所以我会当坚持我要做这个台语歌的这个理想。对。啊，无我就爱。讲为着要趁一寡钱，为着要得到掌声，我就爱去写华语歌嘛。但是我因为家在我有上班有咧趁钱，所以我毋免烦恼食饭，所以我做我想要做的有意义的代志安尼啦。所以讲，咱今仔日较有遮尔啊水、遮尔啊好的台湾上界本土的歌曲。啊，所以迄阵啊，从做民歌唱了，我唱这个做正话调了，我毋则想讲，迄阵啊时代。一方面是戒严，一方面媒体阁无支持台语歌，是变做伫这个无健康的媒体支持之下，台语歌当然行入去，毋是粉味就是酒味，也无得佚佗人的目屎。对。我想讲，台语歌敢敢若伊个范围敢若真下吗？咱台语歌应该嘛有优质的物件，咱阿公、咱阿嬷较早你看布袋人咧吟诗，拢有够水。对。所以我当时想讲，好，我若要做这个歌，我来做台语歌，但是我要甲做台语歌做出来，有一个台湾音乐语言文化的尊严出来，优质的台湾歌出来。是。所以伫迄个时阵，我才开始讲好，我利用业余的时间，专心来研究台湾民谣，佮创作台湾歌谣，安尼。就行入这条路的。所以民谣含歌谣，等者咱就爱迄个请老师较专业来分享，互咱的空中的好朋友来听。咱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今仔日感谢林老师伫咱的空中咧分享，讲语言啊，甲咱的音乐有啥物关系？啊，等一下我们来讲到民谣含歌谣哦。暂等休困一下，听一首歌，就爱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嘿。台湾出甜粿，甜粿真好食。台湾出目镜，目镜是真好穿。台湾出咖喱，咖喱是泡泡杯。台湾出风吹，风吹好佚佗。台湾出东路，东路真正好。台湾是宝岛，台湾是宝岛。目镜是真好穿，啊，台湾出咖喱，咖喱是泡泡杯，啊，台湾出风吹，风吹好佚佗，台湾出东路。
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欢迎听众朋友继续个回来收听，听咱这位亲爱的台湾文化实际行动的简祥林老师，一首一首感动咱心肝的歌声啦。哦，老师。看你咧讲话吼，真正画着足侪宝，亲像吼，老师你咧讲你咧写歌，哦，我嘛会记你有一首歌叫做《心情》吼，嘛是老师你写的，对毋对？对。哦，所以老师吼，真正写到侪正版的吼，咱的迄个台语的歌曲。啊，即摆费用吼，有一个问题，就是民谣含歌谣，有足侪人拢分袂清楚，啥物货是民谣，啥物货是歌谣，因为有啥物差别，还是有啥物特别的所在？这一般人用台语歌伫咧唱，大家都讲民谣。啊，就讲讲话你唱民谣，其实这是拢错误一个概念。是。咱若较标准，我是感觉安尼，咱爱好台语歌的人，也是讲关心文化的人，咱应该把这个定义定好清楚。是。啊，咱你讨论的是毋才清楚啊？对。这个民谣较深入，也是较完整来讲，伊是一些传统资源形成的民谣。这传统民谣嘛是有人创作文表，开始的时阵是某一个人。迄个人已经无，咱毋知是啥物人。迄个时阵就是口耳相传的时阵。对。所以当伊唱一段迄个歌谣出来的时阵，大家感觉好听，大家都会安尼念。念的时阵，迄阵啊旋律，毋是讲固定某一个歌词伫用。是。所以当你甲添这个歌词，伊音就小走一撮啦。像说讲，咱有一条民谣叫做《台东调》。对。台东调伊本来是乡村的人伫念的。乡村的念。这个调旋律是本来是来自于乡村在地的原住民，人是本来伫咧吟唱，当当呀，当呀你呀啦啦，滴答咧当，伊就当咧当，加落来嘛。尾下乡村人去到台东的时阵，伊讲要甲唱讲来去台东啊，台东这个台东这两字，台较悬，东较悬，东。东较悬嘛，所以你甲看台东伊的音台东，伊就向上起来嘛。你若原住民原来伊台东，伊若照安尼个念的时阵，来去台东听无？所以当伊要甲唱讲伊要去台东迄个心情的时阵，伊就变做。台东，伊就爱向上起来嘛。当年台东迄就爱改。是。所以当你用无共款的歌词，伊的旋律都爱配合语言的声调向上的向下去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就对了。这个调整就变做一个旋律，伊可能添无共款的歌词，伊这个内底音调小可能会无共款。这就变做有足侪无共款，迄个叫做音韵的跳动，对，就新的就走出来。对。到尾啊，即马就近代以来，即马因为有出唱片嘛，是。所以某一个版本用对一个歌词，大家习惯安尼，才唱片出来，伊强势传播了，大家拢照安尼唱。对。所以。别人来去台东咧花莲港，就变做这么这个调嘛。其实原住民的时阵无完全是安尼啊。所以尾后就是讲有出这个唱片出来的时阵换一句话来讲，最上介早的这个曲调，不断地咧变歌词，变甲咱即摆共定型落来。这个过程是足侪人加入去无共款的想法。是。无共款的理念，无共款的歌词，慢慢咧曲到即么安尼来，所以有人讲，这个传统的民谣就是一个集体创作。集体创作。安尼落来就是讲，嘛是因为安尼，所以会反映到真侪人共同迄个想法、价值观，对，迄个时代背景伫内底嘛。是。因为共同的创作嘛，所以这叫做传统的民谣。咱来讲歌谣，歌谣这两字你就知影，歌。甲谣嘛，歌甲谣是两个物件无共款。谣就亲像咱台语有这个声调音文，举一个来讲，这个望春风大家拢真知影嘛。独夜无伴手灯下，独夜无伴手灯下，这有音嘛。独夜无伴手灯下，清风对面吹。这是语言呢。对。但是咱这个丁武贤先生伊普及伊说。
哆呀波盘瑞哆瑞咪，嗦咪咪瑞哆瑞。伊这毋是照语言来哦，对，但是伊有注意到语言的声调，你进行伊含伊和谐演进，同一个动向。但是伊写出着迄个情甲景出来。啊，咱若语言的听起来嘛袂歹听啊。哆呀波盘小灯下，春风对面吹。哦，佫无共啊，无共款啊，但是这是语言的。哇，水，语言的是讲每一个人照语言唱出来，拢共款的音调，拢差不多。吼，但是若创作的每一个人创作出来是无共款。对。哦，这差别是这呢。哦，差足济哦。啊，迄个唱出来，迄个敢若迄个景象佫无共。对，啊，咱若是讲照语言的英文安尼念，这就淡薄仔有摇的意思。哦，像咱咧囡仔咧念讲，白灵丝，车本机，车甲狗仔见。这里念摇嘛，照语言念，因为你甲咱语言咱台语，你若甲这个做换做动物，就是西好巴鸭狗狗唱乐。哦，啊，你若甲用动物来念，巴巴西，唱好西，唱西唱好狗，啊，毋是共款，共迄个旋律啦，迄就是语言的旋律，迄就是摇的。啊，咱若是甲伊化做音乐性的旋律，迄就是歌伫咧唱，迄是歌伫咧唱。歌谣甲夹做伙，因为咱伫民间定定拢讲歌谣，其实内底包括这个歌甲谣，啊，这就是一个概称啦。好，咱来讲台湾歌谣，啊，就是讲包括歌甲谣伫内底整合。所以有人若出一块唱片，伊讲我出一块创作的歌谣，唔系当安尼讲啦，吼。但是其实伊是创作的歌曲，谣的部分唔是，伊是创作歌曲。创作的歌曲，安尼是较接近咱较严肃吼，啊较正式的一个讲法，较袂讲安尼拢含含糊糊，安尼较无好。安尼你讨论头顶无这交接点。对，就是安尼，大家较会误会去吼。啊，所以讲民谣伊嘛是等于讲是一个集体的创作，啊是足侪人安尼伫遐演变的嘛吼。那以咱台湾来讲，就是台湾正土家啊味的音韵啦，吼。所以啊，你这个歌谣内底有包括两种，一种就是传统的民谣，就是咱代相传落啊，足侪集体创作；一种就是讲近代的人，伊根据伊家己兴趣去做新的歌谣。是，所以这个是创作歌曲嘛，啊，迄是传统民谣，啊，这两个合起来概称就是台湾歌谣。是，所以咱的台湾歌谣，哦，这个意义爱讲我清楚，就足明白啊。拄则咱惠阳姐啊，伫咧讲啊，讲我写迄条心情，对，心情就是属这个歌谣范围内底，会属这个创作歌曲这个部分，创作歌曲部分。啊，是安那迄阵啊去写这条歌呢？其实吼，就是我拄则咱开始的时候，有咧提起讲，我想要来做优质的台语歌啦。是。阵啊，我都做这个正月条了的时候讲，台语歌，大家拢批评台语歌无水准。是。啊，大家拢批评，但是大家拢唔爱参与，都敢若小部分的这个生理人，因为媒体 FM 袂当播。啊，电台、电视有限，对，所以到尾的时阵，只好消费者就是比较的较劳动阶级的朋友，啊是这个做风电的朋友，所以伊就讲啊，都因你消费，我就写因的歌啊，是，所以行下去。所以我迄阵就想，咱若咱消极批评，不如积极参与。对，啊来行动，所以老师写歌就有写歌的心情故事。我写的心情安尼。好，安尼咱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咱休困一下，等下咱来听老师这个写歌的心情故事嘿。大头啊，大头啊，生后生，唱歌要唱哆来咪，哆来咪，嘿哆来咪，大头啊卖肉圆，价几元？大头啊讲伊要卖肉圆歹食阁无人买，大头啊卖碗粿。大头啊，大头啊，是后生，唱歌要唱哆来咪，哆来咪啊哆来咪，大头啊卖肉圆，肉圆价几元？大头啊讲伊要卖肉圆歹食无人买，大头啊卖碗粿，碗粿，恁记。
我讲伊要卖米粉，米粉烂烂搁想洗碗，大头啊不知要安怎。大头啊生后生，唱歌要唱哆来咪，哆来咪，嘿哆来咪。大头啊卖肉圆，肉圆价几元？大头啊讲伊要卖肉圆，肉圆歹食搁无人买。大头啊卖碗粿，碗粿冷叽叽。大头啊去着卖花枝是真臭臭。大头啊换来卖米糕烧滚滚。大头啊讲伊要卖米粉软软搁想洗碗。大头啊不知要安怎。看世事，听心声，人生舞台，感动的故事，一步一步叫恁做伙来甲听，用心肝听咱台湾人拍拼的好名声，咱真正足欢迎咱的简祥林老师来到节目中分享伊的人生故事。简祥林老师，伊头拄咧讲的这首心情，和伊咧创作。咧写这个歌的时阵，一定有足侪感动人的这个故事来分享，给咱的听众朋友。其实这心情，我拄则提起讲，我伫这个唱正月条做民歌唱了，想讲为着台湾歌做一个提升。因为再来，我自细汉的时候，感觉台湾的文化、台语的文化是有水准。那透过这个做尾啊，因为这个语言教育的问题，等等限制的问题，所以台湾歌煞变做上个有力，这无道理。所以我当写这个心情的时候，我安怎样啊？我鼓励迄阵少年人有咧写诗的人，讲恁来写诗，我来破克，就是要想讲要写一套迄个台湾的物件，行出另外一条路出来，就是有文学的内涵，佮有台湾正港传统落来留落来音乐的元素。所以这个心情的词，毋是我写的，是另外一位查某囡仔伊写的歌词。无怪迄首歌曲，敢若有做一个查囡仔的迄个影伫内底。伊呢，伊的笔名叫做林边，我若无记毋着，伊是政大毕业，改成是中文系毕业。尾伊去美国读册，伫美国的时阵，拢定定有咧听着我的歌。所以感觉讲我这个人对因来讲是改成似曾相识啦。尾我伫台湾的时阵，我就召集包括向阳老师啦，包括足济当时拢少年的诗人嘛，大家都来开会安尼咧讲。到尾这个我写一条心情出来。伊讲我台语无啥好，我讲无要紧，你写好，我再甲你修改。所以当然我加减有甲修改掉，但是用伊的精神写。我甲鼓励我讲你这位林边小姐，伊本身就是当时女性主义者，伊主张女男平等，伫迄个时阵上嘛算真进步啦。我你著甲你这精神甲放伫这个歌谣内底，所以大家若遐心情啊，你甲听迄个歌词，为着要见伊，只有梦中见；为着梦中见，我日时要甲变半暝。这就是表示讲，一个女性，我要去爱，我嘛会当家己主动表达啦。我嘛会使表现我的心内的话，毋是我拢永远伫爱情头顶，永远是男性的附带品呢。对。这就是要表达一个，甲这种女男平等的概念放伫这个歌词内底。是。伊才写这个歌词。当时写好的时阵我摕互足侪唱片公司，大家听来讲，老师，这个旋律真好听。毋过这歌词足文学性的这哪有人要买？无人要甲买啦。我想讲，安尼用我的名，拢无人要买，无我画一个名咧。你若看到卡拉 OK 内底作曲拢毋是写我感想嘅，写一个感动。
对对，华语讲甘浓，甘浓，甘就是甘薯寒极的对对了，对对，农就是人字旁个一个农夫的农，甘浓啊，就是寒极啊，默默耕耘的农夫啦，哈。对对，我用这个名啊，当去参加比赛。参加比赛，个得顶啊嘛，得顶的时阵，就有唱片公司来咧讲啊，迄个唱片公司嘛，不是一般诶，你做台语的唱片公司，迄阵是滚石唱片，滚石，滚石唱片找到我，原来是简老师你的作品安尼。我讲，伊问我讲，你要做这条歌有啥物条件无？我讲，我无啥物大条件，上重要我有一个期待，你用这个当时华语有名的歌手来甲唱台语歌。因为一般人就讲，华语较有水准，伊爱这个歌星，伊唱的歌拢好，所以我就用这个歌星唱我台语歌，你要听唔听，你就听了，你就知。老师用心良苦，所以我选当时的滚石唱片的上闻名的，迄阵来唱《天天天蓝》，迄个潘越云，对对对，来唱这条歌，是安尼来的。其实迄阵是听这首心情，我较知影有潘越云。所以呢，这个歌其实有一个过程啦。就安尼了，我嘛真欢喜吼，就是讲潘越云小姐伊唱到了心情了，有得到金鼎奖嘛。对对。尾啊，这个模式就是用这个好的歌手，搁在迄个编曲的方式，和以前的台语歌无相共款啦。弦乐、弦乐拢有入去啊，互你感觉品质拢提高起来。到尾这个模式一直行来，到尾工会都是用这种模式啊。对对，类似安尼啊，伊用较品质较好的编曲方法嘛。是。当然我唔敢讲迄是学我迄阵啊，但是就是讲这条路都安尼行出来，行出一个优质的台语文化、台语歌谣文化出来。结果我就欢喜了对啦。所以费用就是咧讲吼，咱迄一定做啥物代志拢爱有人起鼓嘛。你也看即马老师真正，咱爱讲足欢喜，咱遮一寡即马唱台语歌曲，不管是江辉啦、张雅文老师啦，或者是黄辉啦，遮足侪歌手拢唱了足好。因为即个演唱的即个模式，就是拢有甲迄个咱的声，语言拢放入去啊，搁看咱的迄个歌演唱的迄个歌曲的迄个旋律，拢有改变啊。所以讲。会使讲即个起鼓是老师你安尼唱所以我是毋敢安尼讲啦，但是迄阵我真正安尼做啦。对，所以迄时阵我就是咧想讲，奇怪，咱开拢有遮尔啊好听的台语歌曲来安尼会当听，这歌曲是安那编出来，人讲一定拢爱有人先带头嘛。老师，你敢知咱即马都侪咧教台语的老师伊拢放 CD 咧，互囡仔听尔。本身老师语言毋是足捌，所以咧教台语，安尼你看咱的台语的教育敢会好？对啊，当然这是真的问题。本身语言都有问题啊，咱的囡仔台语毋是足好诶，咱的语言及咱的教育怎安尼拆开去？老师，你有感觉咱的语言及咱的教育是毋是安尼？怎人讲诶分支分开？安尼怎拢无结合？安尼对咱的教育敢有足大诶影响？所有诶文化就是咱生活中有足侪点点滴滴诶物件，生活诶习惯，是毋是怎渐渐诶怎失落去，会无去？语言诶物件会尽量和生活结合起来是。靠生命力啦，对，靠生命。第一位就是讲语言已经足够啊，伊要到尾去写迄个古早诗啦，啥物迄种当然，迄种古早诗的形式，也是讲用字就变做较精致嘛，就较毋是一般咧俗讲话迄种形式啦。对，迄当然会当存在啦，迄文言文会当存在啊。是啊，哇！即马一个安尼看时间，咱已经来到尾声，我感觉时间有够短啦。咱今仔日节目已经到要结束，咱嘛足欢喜，嘛足感谢讲老师安尼来到咱节目当中安尼分享遮尔啊好诶歌谣甲民谣嘛真正希望讲后边有机会，老师你过来阮电台，去甲阮看价敢好？那电台无去嫌，我都菜补紧帮加减一定来甲大家分享咱这个歌谣、语言、台湾文化的点点滴滴。感谢咱及咱的咱们 K 广播电台的好朋友讲一声再会。大家再会，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感谢老师，再会咯。再会。心
的心情。为你想伊想袂停，亲像风吹一阵又一阵。为啊做梦梦记忆，亲像伊伫阮身边。为着要记伊，只有梦中去。为着梦中记，伊是变半暝。心间亲像一片云，飞到天西边。日头落山的黄昏，就是阮的心情。为你想伊想袂停，亲像风吹一阵又一阵。为啊做梦梦记伊，亲像伊伫阮身边。为着要记伊，只有梦中去。为着梦中记，你是变半暝。若阵即个世界欠缺音乐的保守安慰，安尼生活敢会失去精彩甲活力？音乐艺术的培养，毋若加强语类言辞的记忆，嘛是增加内行素质的培养。自细汉，飞扬就足爱看册，嘛真爱对人吟唱歌曲、念歌词，因为学了欢喜有成就，自然得信心就满满，对人生处事的态度嘛真乐观，有正面的思维。伫今仔日甲简老师的开讲当中，袂输找到囡仔时上介水、上介快乐的回忆，一首歌谣，一段珍贵的回忆。囡仔歌大声甲唱，唱出向时点点滴滴的过去。透过简老师用感情谱写的台湾文化歌词，咱空中的好朋友，敢有甲飞扬同款意爱疼惜？亲像孕育咱的生命，台湾的土地有山有海，台湾的天顶有云彩有日头，先人的智慧敢是爱代代相传，永远留。简老师有讲过，唱歌谣就是咧学母语，因为伫当中发现有真侪趣味，嘛照着台湾歌谣内底意境，互咱的囡仔体会先人的智慧甲经验，这就是生活中上实用的教材。所以，若讲简老师是台湾囡仔歌的守护神，飞扬嘛希望对着简尚年老师的脚步向前行，毋通停啦。感谢朋友来收听空中文化传心声，多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台湾文化咸酸甜。
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去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欢迎大家每一个礼拜和惠阳做伙听台语、学台语，互咱的生活加添趣味和欢喜。我是惠阳，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期待后一礼拜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会，拜拜，再会咯。